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4，旧历的3月23，礼拜二。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华航诺富特困住的事件，搁来扩大。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，今仔日增加8例确诊的病例，6例是境外输入。2例也搁咧调查，也无法度确定是本土，也则是境外输入。这2例也搁咧调查的病例，一个是华航的机师，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；一个嘛是华航的空服员，本国籍20多岁女性。目前拢还未找到感染源。6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分别为印尼、印度、泰国甲菲律宾来入境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1153例。12个人死亡。2例感染源调查中的 COVID-19 的都是航空公司的机师跟空服员。那按1153是本国籍30多岁的男性，那为这其实就是华航了华航的公司的机师。那因为他的个案在4月25，在里面，我们现在有他可以公布的有几个他的一个活动史是4月29号凌晨，那确实的时间还在调查中就半夜了他在一个飞镖运动酒吧，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5段250巷2弄13号。然后那天的应该是傍晚18点半到20点到海珍私房菜民生店，松山区民生东路3段130巷7弄15号。那另外1154是本国籍20多岁的女性是华航公司的空服员。那今年4月22日到4月25日曾执行至美国。那返台后在机场防疫旅馆检疫至4月28日，检疫期满采检结果为阴性。那4月29日晚间，那因为这个机场防疫旅馆的清空计划，到集中检疫所检疫。那4月30号进行采检，核酸采检及血清抗体皆为阴性。那个案于5月2日出现发烧、头晕、胃痛，由检疫所安排就医采检。那今日确诊 CT 值14。国内的疫情环境中，台北、新北甲桃园地区的病院甲长照机构，即摆开始到5月17，除了有例外情形之外，全面停止探病。但是中讲5月17进前拢是警戒期，民众进入到室内的场所，一定都要挂喙安，而且落实到实名制。伫室外嘛要保持着社交距离。